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伫个无基地台、无信号的所在来生活，这款的无方便是有食会当来忍受的。进前中华河美一个基地台，因为里面抗议抓来断线，事情的里面无法度上网，手机也嘛卡袂通，都袂输回到原始的生活。经过7天的等待甲协商，才总算恢复基地台的运作。这个屏东车城的德社部落是颠倒摆，因为所在偏远，30年来拢无设基地台，连网络都无，敢若会当来卡这个市内的电话，甲外界来通讯。计若拄着天灾，就规个庄头拢失去着联络。伫个地方人士努力的走动之下，3大电信业者总算愿意伫个当地架设基地台，在地人的手机总算是卡会通了。喂，听有无？喂，搁听无？有无啦？哦，搁摕到所在啊？嘿，有啊。我咧甲你问附近厝的啦，400个投射灯啦。前后有7天，手机的信号有够歹，甚至是根本无信号。这款的日子敢有法度过落去？哦，真的很不安。我那个小孩一直念诺，为什么连手机完全没有信号，里面就完全没有，根本就收不到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是网络也未通，电话也未通安尼嘛？对，一定要 WiFi。拍开宝可梦，无法度登入，嘛无法度用奶甲面册，袂输等于到原始的生活。2020年5月份，中华关河美镇甘蔗里展开一场基地台巡回之战。里面因无了解这个电磁波的情形，导致恐慌。大部分的里面伊嘛是希望爱有信号啦，只是讲莫说人，莫因兜伤近啊。伫殡仪馆边仔设的基地台位置较稳密，阁有铁片包咧。2019年底，旧地主将土地卖掉，新的地主拆除这个厂房，基地台才有里面发现。部分的在地人烦恼讲会危害健康，发起抗议。3大电信业者决议将信号撤掉，交由里民公关。来，麻烦签一下名。这张电磁波的宣传手册，要求赔偿。顾及我们用户的权益，有民众抗争，我们就来跟抗争人士协调，跟屋主协调。那今天会走到这一步，我相信每一个业者都是很无奈。基地台的举手，有一个反对。甘蔗里差不多有1000几户，人数差不多是4000人。里面大约有160个人出席参加。经过公开举手的表决，敢若1个人举手反对基地台，最后决议先恢复信号，再过另外选地点设基地台。不便啦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很不方便啦。少数服从多数啊，对呀。那这个结果你满意吗？满意。有在想办法要开设基地台，就觉得满意啊。对啊。很需要，对。非常需要，没有网络我就没办法过活了。我是一个全职妈妈，我需要滑手机。随着智慧手机的普及化，阿公阿嬷用一寡时代道理拍招呼，上班族用通讯软体联络公司，少年人是伫个社群软体交朋友。无信号的日子，你敢真正有法度接受？20林长，今天我们保利村路口到我们竹社路段，你那一段路在铺设 AC 路面，进出要小心。外面在铺路要出入的时候要小心哦。好。我能接不？没人回应。屏东县茶城乡保利村德社部落30年来唔捌设基地台，林长谢信祥一件一件去传消息，这是真平常的例行工作。敲几次的门才有人回应？有的时候2、3次，有人住的地方就是有人，没关门就是永远就是没人，再敲几次，都没人回应，完全都没有信号。那你这样把
还把手机放在身上，对，摆饰用吗？还是？啊，因为到这里都没有信号，就把在口袋了。负责煮三顿的郑慧玲，自细汉到大汉，拢伫德社部落生活，苗栗部生活的抗北，伊感受上深。嘿，跳，接地花，喂，接冲啊！他们根本是打赖啊，打赖又不用钱，你手机打室内一定很贵嘛，电话费一定很贵啊，朋友也不可能这样子打给我们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会慢慢就淡了啊。尤其是过年过节，因为无信号，少年人时常回去故乡一天，就拜托因爸母回回去。就说这里没有手机啊，我想回去啊，隔天晚上就回去了，最夸张的，隔天晚上就走了。郑慧玲的阿姑叫郑桂花，已经要60岁啊，身体阁真勇健，逐工伫菜园做事，自给自足。有闲的时，伊会去唱卡拉 OK 消遣时间。你来哭哭了。一步一步向着光明路。点红点啊，或者唱卡拉 OK 啊，大概7、8年，大概都就寝了吧。都很像原始的啊，又对外道路不通，还有对外通讯几乎都是零啊。较无100人大的德社部落，伫咧茶城山区，这几年来，讲手机的信号会满格。因过电信业者考虑这个所在较偏僻、较歹维修等等的因素，一直无法满足当地要求。一旦拄着风台落大雨、土石流，更加断掉道路甲市内的电话通讯。像台风天之类的，它都会断讯很久，大概10来天、半个月以上都常的事。生病啊、受伤都有，曾经都有过。就是大家协力扛出去啊！盼了30年，屏东车城竹社部落终于架设了基地台。未来讯号开通以后，他们的手机将不再是摆饰。我们预计中秋节前后会完成。茶城乡长张春贵经过5年的打拼，总算说服3大电信业者同意开800万，伫德社部落设基地台，完成全民用手机甲外界联络的梦想。我们没有常住在那边的人都觉得不方便了，更何况他们1年365天需要住在那里。说真的，我很佩服他们，尤其是到那个台刮风下雨的时候，真的我会担心，因为万一有什么事情，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去协助他们，他们也没有通讯告诉我们说他们那边是安不安全。我出生到就最近才有基地台的，真的很感恩。要不然我们就好像被遗忘的部落这样。他们都很高兴，之后还高兴，说他们都会回来的这样子。你看人口，他得再多一点啊。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规定，为了因应天灾，山区偏僻所在基地台建设标准，都要有法度挡15级的风。注意发电机的能力要挡72小时，在灾难期间确保山区通讯未断去。以2019年的统计，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甲湾团较偏僻的所在涵盖率已经达到97%，台湾之星甲亚太是76%。所以主要就是因为不是钱的问题，基地台要架设一定要有位置嘛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在找这个基地台的这个地址的时候，我们也很困难啦。你的基地台一定要高的地方嘛，一定要是很适当的位置，它的那个网络才会比较顺畅嘛。伫无信号的庄仔头，阮看到人保有邻里之间斗阵的传统甲顺风。因无科技时代，手机是现代人无多克欠的工具。对偏乡来讲，老大人的人口占比较悬，邻里互助的功能达到极限，更加需要挖好手机甲外界建立连接。希望不久的将来，全台湾偏乡涵盖信号会使迎接满家未来。
这一步一步美好的人际沟通甲斗阵的方式，嘛会使留存伫你我的生活中。